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13，哥林多后书9章7節安尼講，所以大家人就照家己所決定的來行，唔通唔甘，嘛唔通勉強，因為上帝疼歡喜奉獻的人。三個來祈禱，愛願佇所獻的頂面，無唔甘甲勉強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創造宇宙、掌管歷史、供應萬物、監察人心的真神上帝。主啊，你的智慧無通測度，你的權能無人通比，你的慈愛永遠直直。主啊，阮的心要尊你最大，阮的性命要謙卑降服佇你的面前，因為你是聖潔、信實、穩定的上帝。主啊，你看重的是阮的心，毋是外在的外在。你歡喜阮甘心樂意的付出，無愛阮為着互人看見。主啊，阮要照你的心意來行，因為你愛阮逐個人，就照家己所決定的來行，毋通毋甘，嘛毋通勉強，因為你聽出佇歡喜來奉獻的人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